相接台湾甲马祖的2条海底电缆拢断去，司法部昨日表示是自然损害，按算2月底会当修复。目前中华电信用微波来备援，马祖居民表示是无啥受影响。军方也启动国军微波甲卫星系统做备援，通信状况正常，袂影响到国军的通联。 台马第3海缆15下晡发生故障，台马第2海缆22透早5点半嘛断线。无到6天，2条缆线是全断，但是马祖的居民讲，和较早海缆断去的时阵比是好真济，会使讲是无什么影响。这次是还蛮快就已经接通了，用那个微波的，我们网络上都还连得到，速度啊昨天有比较慢。 较早有过长忙6天的经验，马祖的居民讲，即摆除了网速小可变慢，其他通讯拢正常。都是因为中华电信是紧急启动微波和卫星来备援。国防部嘛表示讲，因启动国军微波和卫星系统来备援，通讯是正常的，袂影响到国军的通联。对即摆缆线断去，因讲应该是自然喙气。司法部讲，若是人为的，全世界无一个人会当预估海缆随要断去。 我们大概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，最重要的一件事，就是尽量的去让海缆有多重的链路。司法部讲，伫去年和前年投资补助业者做过较多元的海缆。中华电信进行中的台马4号海缆，有整预算差不多1.4亿的补助。不过，即摆因为预算红台调，海缆登陆站可能无法度用较大、较有效的金额来补助啊。登陆站的部分大概就是所谓它的强化啊，比如说它的设备，它里头的。 自动安全的设备，然后它一些建筑体的这些去做所谓的强固哦。司法部讲，若是海上会使，按算2月底就会当修复2条海底电缆，但是预算红台减35.8亿，对业务的推动会造成真大的挑战。因会伫有限的预算之下，尽量维护所谓韧性，帮助所谓产业持续来打击诈骗。记者综合报道。